大家好，歡迎大家嚟到紅燈區，我係呢個節目嘅主持人阿 Ben 啊。今日嚟緊禮拜三跑日馬，咁國慶賽事嚟嘅，跑沙田。咁我會分享4場賽事嘅，咁分別係第一場嘅5班1000米賽事啦，跟住第3場嘅5班1200米賽事啦，同埋第5場4班1800米賽事，同埋最後一場尾場嘅第10場嘅第3班1400米賽事嘅。咁我首先講咗第一場啦，我嘅心水呢，我就會中意6號嘅添喜運、9號嘅勁進天下，同埋11號嘅全程路通。咁首先睇翻貨添喜運嘅試閘啦。咁你見到3隻馬有手錶之星同勁沙塵。咁手錶之星上次出呢已經第3，而勁沙塵就跑第1嘅。所以貨試閘呢，基本上係可以做參考，係一個強賽績嘅試閘嚟嘅。你會見到添喜運呢喺中間綠色袖嗰個呢，基本上好輕鬆推騎就已經過咗喺欄入邊嗰個手錶之星啦，而後邊勁沙塵都要落力咁追，所以我覺得添喜運其實都幾大機會贏馬嘅今場。好啦，咁跟住我哋睇下9號嘅勁進天下貨試閘啦。咁今晚呢貨試閘呢，3場嘅軒君子都喺度嘅。咁藍帽後邊嗰個就係軒君子，外邊嗰個就係勁進天下。咁啱勁進天下呢都係田泰安同埋貴福特嘅組合嚟嘅。咁如果嗰日嘅賽事呢係嚟後上呢，其實軒君子同埋呢個勁進天下都好大機會。你見到啲貨閘呢，你見到軒君子係個勢幾咁勁，同埋個勁進天下都好勁。所以如果後上嘅話呢，其實我會擺高翻個勁進天下嘅。咁我哋睇第3貨試閘啦。咁呢貨試閘入邊呢，就有全程路通同快馬加鞭嘅。咁快馬加鞭呢，喺上場呢，其實係拎咗第3嘅。咁你見到呢場試閘呢，放頭嗰隻全程路通呢就好輕鬆嘅，而快馬加鞭其實就已經起勢咁打啊推啊，但其實都唔夠埋邊嗰隻全程路通輕鬆嘅。所以如果呢場賽事嘅利放頭呢，其實全程路通可以放高啲嘅。咁我今日嘅心水推介呢，就係會攞添喜運做膽啦，然後就揀埋9號嘅勁進天下同埋11號嘅全程路通。咁跟住我哋睇下第3場我嘅心水推介啦。咁我呢場呢，我就睇好隻1號嘅同喜、5號嘅魅力星同埋13號嘅飛躍海船嘅。咁首先我會睇翻1號同喜嘅試閘啦。咁呢個試閘係直路賽，咁同賽事嘅就有同喜同金鋒萬里。咁其實同喜呢本身係告東尼馬房嘅，但今年呢就轉咗去維達。咁試馬嗰隻係騎師係奧爾文。咁你到金鋒萬里喺後面打極邊呢，都追唔到隻同喜嘅，即係撳住嘅同喜。所以其實同喜嘅能力都比較高，我會睇高佢一線啦。咁跟住睇翻第5號嘅魅力星，呢貨試閘都係奧爾文嘅。咁畫面中魅力星咧喺內欄咧，其實佢撳住都已經自己用上嚟。咁千祈唔好因為奧爾文唔揀佢就睇少佢。咁布文騎可能個騎術仲高過奧爾文，所以其實都要拖翻一席位。咁跟住我哋睇翻第13號飛躍海船嘅試閘先。咁而家喺內欄入邊嗰隻就係飛躍海船。咁放頭嗰隻咧就百將巨星。咁咧呢貨閘咧，你見到雖然係輸好遠，但你睇一睇翻佢喺尾段咧，隻馬拱幾下之後，其實好強勢咁拱翻上嚟嘅。所以今場嘅推介咧，咁我第3場嘅心水推介就係以1號同喜做膽，11號嘅軒君子同13號嘅飛躍海船。而如果第一場你見到貴福特同田拉組合咧嘅勁進天下有 pace 咧，可以擺高隻飛躍海船嘅。咁我嘅過關推介咧就係1場嘅6號添喜運搭3場嘅1號同喜 Win 2串1，同埋1場嘅6號添喜運搭3場1號同喜 pace 10蚊過關嘅。咁我總支出係20蚊。咁其實仲有一條過關飛我都幾中意嘅，就係5場1號東方飛影
同埋10場嘅9號滿心星，可以攞嚟做 win pay， 都係總支出20蚊。咁點解會揀東方飛影呢？咁啊，陣間播課市集俾你睇先。咁呢課市集呢，其實東方飛影同埋隻超易穩呢兩隻都係好強嘅後追馬嚟嘅。咁你會見到呢，喺呢課市集入邊呢，其實啊東方飛影同超易穩都好輕鬆喺後邊跟上去，所以其實呢課就代表咗東方飛影係有能力嘅。不過呢隻馬上2場呢，就分別安排咗3班嘅1400同1200米去跑。其實我覺得係減分嘅。今次落咗班之後，即刻揾潘頓騎翻呢，跑翻去最佳嘅路程1800米呢，所以一定要高度重視。不過可能就好熱咯，可能3倍啊、2倍 win 咁樣。咁今次呢，就介紹尾場嘅滿心星。其實我一直想攞滿心星做呢個銀河馬好耐啦，因為呢課集呢，你會見到高分馬美麗同享同10款龍區喺同場競技啦。咁你見到內欄隻滿心星輕描淡寫咁抽出去中檔衝啦。咁你雖然可能啲高分馬都唔係好盡力噶啦，但你見到滿心星輕輕鬆鬆咧，就已經過咗入邊內欄隻美麗同享神虎龍區，其實已經好辛苦都未跟到隻滿心星。所以其實我覺得滿心星贏嘅機會率係好高，同埋可能佢係虛分嚟，佢可能隨時有80幾分馬。咁而家60幾分，其實即係算直博嘅。所以我總結我個人嘅心水啦，分別係1場嘅天美運同埋3場嘅同喜 win 過關同埋 pay 過關，支出20蚊，然後再搭5場嘅1號東方飛影10場嘅滿心星 win pay 過關2串20蚊，所以總共投注係40蚊。咁我嘅分析就去到呢度啦。咁希望大家可以訂閱、俾 like 同 share。咁啊，希望各位嚟緊禮拜3可以贏多啲啦。咁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